今仔日是5·1劳动节，劳工朋友行就街头来抗议。台北市环保局的企业工会伫台北市政府的头前，发出着爱补足人力等三大诉求，也有医护人员嘛到卫福部来抗议过劳的问题。劳工朋友就是希望伫劳动节这天，家己的诉求会当互听到。劳工行就街头抗议，台北市环保局企业工会站出来，提出三大诉求，包括补助人力，也有当公务车发生事故损害骑士，无应该由队员专业负担修理费。最后是夜间执勤的薪资纳入边境工资。比如说我们登革热防治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要照顾独居老人的时候，这个都是我们一再的承担的一个沉重的一个工作。我们愿意来承受，我们愿意来承担，但也请给我们这一些能力。演出行动局抗议过劳，医护人员一早嘛组织伫卫福部前面，提出两大方向：制度性保障医护劳动权益，加强医疗机构管制加监督。政府的状况是要把医师纳入劳基法，但依照目前现行的规划，只有住院医师，而且只有私立医院的住院医师能够享有这样的保障。医护人员、清洁人员拢提出抗议，也有桃园市空务员职业工会对中营航空提出抗议协商破局了后，决定对5月13启动罢工投票。5月7劳动节这天虽然咧落雨，不过这劳工也是站出来发出诉求，希望心声会当被听到。